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狗狗讲学吧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旁边这个木头要把它雕刻成一件作品，是不是很困难呢？我刚刚说到的雕刻就是雕刻。我是没什么美术细胞，但是今天狗狗直击要带大家直击的是蔡阳吉老师，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木雕工艺师哦。木雕工艺师蔡阳吉从12岁开始当学徒，接触雕刻整整50年。一开始只是木兄，但后来的他变成了木雕工艺师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请蔡阳吉老师跟我们一起学这句客家话了，叫做雕刻。雕刻，对，雕刻就是雕刻了。我们的摄影大哥对这件作品等等非常感兴趣，因为呢，你看它非常的有层次，到底是不是融合很多技法？怎么办到的啊，老师？就是有融合的浮雕的做法，透雕、镂空。一般我们所讲的庙宇的透雕就是这种的形式。除了要学习各种技法，还得要引经据典，考究历史书籍。他让每个作品都变得很有故事。只是对他来说，有耐心也很重要。因为我有耐心，创作的雕刻出好作品。是不是每个木头也都有它自己的不同的雕法？我们从这一件木头来看的话，我们的那个功法口语上会讲说凸面、固边、镂空均匀。那铺面的话，就是这个最高点就是要平均去安排布置。那固边的话，就是这周边要完整。加固。对，周边完整，那这样整件作品就会有一个结构力量。要能够雕刻出好作品，除了有一身的好本领，也要懂得各种木头的特性，还有纹路，才能够让每个作品、每个人物都能够栩栩如生。当然了，敏华也带大家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木匠、木兄、木兄。第二个呢就是雕刻、雕刻、雕刻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就是要有耐心才能雕刻出好作品。我有耐心，创作的雕刻出好作品。我有耐心，创作的雕刻出好作品。你们自己有动手雕刻过吗？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哦，很佩服雕刻师傅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